先做铺垫，对吧？哎，你不可能一辈子吃青春饭，对吧？往倒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他们两个叫啥名字？我没问他。哪个？其实做了，刚我想问他的。小时候不用介绍了噻。另外两个，人家是韩国的。那两个。雷伯伯，你过来。怎么写的嘛？叫雷伯伯。哎，我们摄影师想采访一下你哦。来，我们藏族姑娘。拜拜，不错的。他应该没玩抖音了。有抖音，叫雷伯伯。抖音就叫雷伯伯。怎么写呢？怎么名字？雷王爷的雷。来，我给你拿手机。就我的手机在用。我下个打戏结束算了，视频结束算了，可能没做拍的。我就是开始做，就是最近我做礼物啊，礼物。不是，我从里面猜。反正是你猜嘛，反正这里面的东西很多，特别多啊。不是化妆品，反正不是化妆品，反正不是化妆品。他明天再说。什么名字？没名字啊，他名字不好取。我专门的这个叫人包的，包没不是康，就是。看看。直接过去吧，直接过去吗？他们这边有没有小肠还不知道。雷波波哦，对对，还有一个嘛，两个在一起的吧？他叫啥子？雷波波。雷波波。他来的以前来的很少，只是冬天才到。我见过他。他们两个对吧？他们两姐妹。两姐妹。他叫雷波波。关了，下去了。他现不只是把视频当抖音那方面，还可以保存上，那个现在你们去嘛？那个小城那边的嘛。这说了过程，我就没带，因为会特别晚。这就12点1点钟才回去。就比较快。对啊。今年也是，今年去西方特也去了，我不知道小辣不去不去，我问一下。这是。我估计他们要去的就是他俩，他在唱。名字他不能念，可以哦，可以听到的，没啥。你可以听餐厅，听餐厅要给钱。要给18、19块钱。对，18、19块。我没听到。你可以跟他说，你说你们提前跟他说，跟那个。他是高定的12点钟，哦，那个停车券儿。那券儿也可以。他只要凌晨12点之前把车挪走，不能在这过来。我说你这边去说路了，要去啊？对啊，要去啊。这儿不得耍嘛？要不我们自己去。早点结束，早点回家。不行，多玩一会儿。不然那个他天天熬夜。他就天天熬夜，天天练熬夜。那个朵儿他昨天天天那个拉错的时候。没去。大家好。没得空，找不到。像那个有些没找到成都。没有在播呢。上楼没去，没时间了嘛。没直播了。马祖可能是他。那去啊。我看去到多少钱？啊？他来问的。你车就点儿，他来去落车。没得转那个嘛，看一下，9点半。晚上9点半，我说嘛，那个围脖儿我一看到它那个帽儿都可以戴。啊，所以宠物都可以戴。但是白色在咖啡色。然后你2天就是，比如说你要拍照的时候，你把那个前衣服头戴个红围脖儿。
跟红的那个衣服戴起是显不出来。是那个他们喝酒的时候，那个东北那个东北的地方，不能吃啊，不能吃了。那个能抢抢的。现在摆东西摆得多哎。去看一下他们跳不跳嘛？不跳，所以肯定要跳下吧。多少件好看？哎，他和那个一起穿的一样的衣服，这个那么那个啥看，和那个。我小身材。3点半到1点多，是那个1点多。这是区长托要回家，还有那边还是找点兴趣去噻，人搞太久了。我说前天你不是给然后我开车今晚去问文江跑了嘛，跑了文江再挑头回来。你都到了文江啊？肯定到文江了。本来上高速啊，我就下去，没必要噻，成都。成都挑头嘛。啊。哦，你说他第2天是？在行。在行10点钟才能。哎呀，10点钟就开始。差点到我来到新马生气。我要是开出去了，我再生气。我踩到个点儿，踩到点儿。要不。你好，兄弟。哎，我来了。昨天来的。哦，好。啊，你先忙啊。你好，李老师。啊，我回去有点事情。好嘞，好。好像视频没什么人的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视频没人。没只有1个视频，我把它看了。那个你看看。它是一个还是2个还是晓得。不管它，反正一般我主要是看视频。到哪儿去吗？他小兰不去不去？没，你问了的吗？你问了。啊。到哪儿去吗？现在去我们。现在去太早了也不好。你今天时间接上？没有啊。韩国人来了。对啊，居民组嘛啊。他在找你，他就在找你。然后他们吃饭去了，他吃饭去了嘛？在后面，他在后面。哦，他找你知道，他那个，他们这也吃饭。我不得，我去，我该说了。在那边吗？居民组。我看那个车。还有人吗？哦，这，这，他们4个人。开始吧，那就开始吧。他们4个人。吵这个玩笑嘛，你们太凉了，吵这个玩笑。太凉，这边。啊。这样好，这样。Thank you。那我先给你下播。好，你拍了嘛？我잘 읽고 있어? 읽고 있어? 아니 소지도这个还更清晰一些。哎，感觉吧。好像没有照到最后。나 부자리 있는데 아까. 여기 어? 这么小的有高跟鞋啊？有啊，这么小的。나 어딘지 모르겠는데. 小码的。 알았어, 내가 찾아갈게. 아.
알았어. 사진 찍어서 보내봐. 반반.他们韩国的朋友都喜欢吃都认识，爸爸。看成了小狗。口味。啊，有吧？他们那边也有，小老妹有的是。哎。我觉得。안녕하세요. 반갑습니다. 반갑습니다. 我听不懂。阿联酋就是你好的意思，啊，你还是有。结束就是。然后呢？然后说，我知道啊，你还是有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不知道了，你怎么？你可以用藏语嘛？藏语。啊，对，阿联酋用。说名字的话就要说快一点。金民主，金民主。真的太逗了，太搞笑的，他给直播我把我给搞笑到了。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。这样。他不会说给你拍。没包。啊，把心下车。哎呀，箱子。没事没事。샤오리 고마워요. 고마워. 阿姐衣服，阿姐去演出了。哎，拿去看我。啊，我要看我。 도망갔어. 없어. 不是，我要。哎 no。 这光线雨点那个。디노。有。为什么你一直阿姐还是有？阿姐，我那里。他们是拍视频的嘛？对，小罗生日也有去。帮忙，人气走一下。9点半。再过去有点早，他们要去拍视频嘛，应该。来了。音响吗？没拍呢。刚搞了一个音响，你有吗？没有啊。哎，窗户不是安了吗？窗户在哪儿呢？没看到呀。窗户买了个音响的嘛。人在哪儿呢？人都没看到。弟弟扫的。哎，就这个。确定啊？好上。我把它关了，灭了。我再打开。他是把音响关了，你把衣服关了吧。走到那个黑色那个砖那个地方啊。这个黑色的砖头啊。音响呢？声音呢？拿着啊，不拍吗？我不拍。声音小回复。
哦，够了。我把雍正也拿上吧。啊，对，好，再跳一次，我反正我没发过。我把雍正喊过来啊，我看我雍正跳不跳？好，他们因为竖题不存在啊，好，他们拍一个竖不存在。2000那个，抖音上不好找这个全。能够占优势哦，对对对，肯定选高一点的嘛。那个全那个声音太噪了，我全力找个7720。前面没有啊。好，准备啊！再往前，再往前，再往前一点。对对对。嘿，是不是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啊，准备好了我就放。好嘛。都拍了，还有什么？这玩意儿，随便啊。像谁的？这儿有啊。谁在你啊？他们贴的音响，反正是。新闻多一点害怕。就这些嘛，就这个嘛，2000嘛。那个这个，那个叫什么？就2000多块嘛。就这个贵也可以啊，你不要多长，啥都用不到。他有点害怕。好让我看看。你不跳，一起。一起跳嘛。就跳这个嘛，2000多嘛，这个嘛。他在咱俩给你表演一下，还是记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也要把前面的跳。看到这个。2分多钟，啥都弄不到。把我们拍一个就往那个，完全不好。就这个。不拍，音响拿走吧，音响拿走吧。真的。就往那个，就往这个。就这个。我肯定得配噻。就这个。来，我肯定得配噻，哥。中了手就拍了我天，那不行啊，这个肯定我得配啊。稍等一下，还没准备好呢。这个必须得我先准备好。我再拍一个。
来吧，我们旁边朝那边，我给你看，我给你看到。不要遮住喽！说以前哪儿合适？你说。不要遮住喽！他说先可以啊？什么？先和一下，先练一下。先练一下。你们也是王氏吗？也是有这个，就这个。我差点挡着嘞。多少钱？把你挡到了。哦不，我一会儿就要往前走去。来，开始。往前点。你能贴个光？啊，我贴光吧，我只剩一口电了。我是配个单子的。对的不？可以吧？可以吧？准备了啊！来，开始了啊！跳到一段吧。我说不在吗？我才看不清。这个音响主吧，支撑不住啊！音乐停的时候你们不要停啊，因为音响只有30%的电。我要充电吧。现在估计哎也可以啊，你充电吧，你充起来。我找一下我的包包。我给你这要不要？拍最后一个。来吧，猜一个吧。只有10%的电了啊！拍一个。只有10%的电了。那跟谁有充电吧，充一下呗。忍一忍吧，跳完吧就10分只能跳3分钟。音乐停的时候不要停啊！音乐停的时候不要停，知道没有啊？音乐停的时候不要停啊！你就接着跳，你跳什么呀？小聚一堂。小
小区啊，上了。谢谢啦。录一下屏，我手机里面。录个屏。上了。找个音乐啊，稍等一下啊。孤单了吗？第四季这什么？剧场哦，就是确诊这个海水受伤了。哎，没连上吗？今天没电关机了，我说。今天没电关机了。那充哦，错了，一下没电，充电。咋办嘞？不好意思，没电了。你这可以呢？啊，音箱没电了。音箱没电了。可以充吗？手机能听到吧？应该听懂，来可以。根据啊，跟这个肌肉经理啊，根据这个意见来说，把音响往那面前去吧。一个多月没充了。没出来是吧？好了，你小心一点，别。确诊到哪儿要去？他的右手，右手很长一块都被烫伤了。可以，这个声音就可以。这个叫什么歌？小剧场。要2段啊，2段啊。继续。好收，好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，完美的很，相当完美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小胖在前面一个顶俩，我是没有对音箱，没音箱的更好看。没有了，这个。好吧，过去了吧？都没人了。哎，准备走了吗？还有要跳的吗？最后最后一遍啊！音响都没有了，走了。高级的音响没拿过来。今天那个电信公司那个没跳了呀，电信公司还没跳。这我过去了。今天人了嘛？今天音响都没得，没有音响。谁拍？小李哥，永川你要去吗？我不去。哦，他生日。他要去。小罗。我给你找音乐。没有音响吗？没有音响。没音响我有。我有一个小小的。小个不知道。但我觉在上面那拍。我有音响，但我觉得这儿光线不是很好。楼上去吧。哦，楼上。我们去楼上不？10点多票能开始了嘛？哦，那过去了吧？你看嘛，已经开始了。小罗在直播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是送我件。我见啊，他那个谁送的？是什么钱？应该是多少钱？700几百。1号钱吧。对。
这是小罗子直播间嘛？刚才我看了好几个摄影师，那么他还有哪个？附近。可以蜻蜓。蜻蜓到了的。不晓得。我是蜻蜓。啊？你去那个去小罗那边。要待多少人嘛？不，我是说，我是不太去，几个人？登记在这后嘛？都是五斤的声音。哦，5斤的声音。这是啥子呢？我们家里面听说一下。对，哎。去不去啊？先去吧。没有请我的嘛，我去干嘛？哦，我以为你去，那不知道。我也没他微信。有啊。我没他微信。哦。没有微信，那算了。还有。没请他的微信，拉错不是？我有拉错微信。哦，上面去，上面就撇嘛，你去了啊，他上面去。上面去多少钱？我2楼。啊，他那儿吃饭嘛，他吃串串吧。啊。对啊，他跟说一起吃嘛。可以在哪儿拍？可以，再去。2楼嘛，没得人，没得音响。我们在2楼拍吗？没得音响。刚才在1楼。他们肯定上2楼去了吧？好像去2楼了吧？现在。那个刚才那个局长说了，就他们一家人嘛，然后金明珠就过来给他们说英语，说的顶那儿。我听到他的英语，然后后来才反应过，哦，你说的吃饭没有？他说你吃不吃饭？我给他们翻译一下，我们的意思喊你去吃饭。有小声。我去这儿好几年，看了，差不多。也去做过。哇，这样像我们大家放一张。开学来了，开学来早点。开学啊！我知道。我马上就过去。还要跳，确实的吗？2019张三八版新歌。那个我指挥了新的嘛，刚好没发来的一共就只有1分多钟。我跳一遍看看，应该会有这双旋律。哪个？你有没有？我没有，我这差没年会没有。没有啊，过去一点点嘛。不要欺负我嘛，不行，过去不了1点。你不敢欺负，你先你姐姐嘛。爸爸，你先来教一教。先试一下。先下，再上。先下，再上。来的时候你说一下。要打这个。中串儿。前面有一个啦啦啦啦。前面应该上。上了。那行。
球了，1分钟才知道。可以跳半截的呀！裤子掉了。裤子啊！换衣服。跳过吗？啊？哎，就这个。没事的。第一次跳不是那么熟。好嘞，非常难干。世界各地嘛。小伙的有啊，有跳过很多次。抖音上没有多，只2分钟不到。来，全是看。确诊受伤，我要受伤。这个土耳其朋友发的照片。你看吧。他们去。有点像。啊，耳朵。赛马的那个。赛马的。我们这个好戏。富山是金山。你去那个来。那边是女人。能听懂吗？他问他，在什么？我之前就多少个人嘛？我说你他之前嘛，咱你跳先设置跳一次，你放弃。我说你。自己在那儿。我
没有啊，你可以老魏来也吃。我回来叫我。我就上厕所。20块过去啊。这边2楼，对的。我们去拍。哎，你去看那个他们拍那个了吧？啊，去吧。哎。基本上有一个人在这儿玩手机呢，嘿，今天是没有。那次都把门关着的，关了之后就是插了那个充电宝。去看蜡去，舞蹈8亿，这年轻把青的年轻人取些上年纪的名字，这个是蜡去在练习，用错我的这练。这个也是老多哎。他说他跳女步，跳2步。好的，轻松不会。开始，大圆桌，你看，预备开始。走。好，这样子一会儿切入，看看你看。大圆桌，我就说传呼跑不站的，跑哪儿去？跑出去了。去了吗？像那么多人呢？通知吗？我只能来，我走。算了，我还是女生票。我觉得重新来，刚才我也错了。大爷，你越跳越远了，我在这儿啊，我在这儿啊。好，往前走一步，往前走一步。你别动，你别动。等一下。
还有3个，等一下。跳下2下，就最后一下。我不能忘。阿布。好，我回来接自己下去，玩到，现在还玩。过来，宝贝儿，过来，不能在那边要拍摄。重新开始。那我这边来一点，那我这边来一点。第3。好，方向对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哎呀，这边。我在这儿啊，我不要到我这儿。找开进去了。你2个全找开进去。乘以2乘以3了。我这边站着嘛。这样才你们看着我在这儿啊，你们千万不要往墙去找开进去就行。里面啊，再来一次。看这边，看那边就可以了。可惜不，轮不到那个一次可以。王老师说的跑了子。还训练要去。还得去。没有了。没有。今天再去跳舞。都是后面。阿爷，我往这个方向走一步啊。下一曲还是哪吗？全跳吗？你俩看清楚啊！刚才你俩站位置。走了算了，那个。不是，我发现你不要靠这边，你要靠我的位置。这样的。走吧，走吧。他那区域太多了，跳几个，做的差不多行。太这个歌曲太新的那个也是。都做那么多人了，基本上就做就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能，他给他提前就去。应该要去，他和小罗去在跳舞，我们肯定要去。我没去。去他们去不去？他们，我问他们，你这儿也可以下，你这边也可以下，你得不得去那儿？哦，哪都不去。小罗那儿不用去。走。你要去啊？走，你去看一下。这儿下一样的呀。我开了电梯的。哦，这别提。哎，他们是哪个服装队的？是这个服装队的。他是礼堂的那个服装队。礼堂的。礼堂的。嗯。
挺好看。我也是，反正是一层的。哎，哪处可能这么多？哪处应该去了。我看一下，老家的，然后有斑鹿啊、白马，然后酱醋，哎呀，太多了。我说的话害怕你吓到。然后老家的人多，然后的话就会没了。然后拉错跳舞那边的人多，我就不见了，好几天。这个装备可以。孩子的妈妈应该要来吧？知道我妈来不来？到了。要把东西好好切一下。这样要切不？不用切吧？